好，非常收看今晡日福气类呢个节目。今晡日个医疗单元咯，大家来讲嘛，家来讲水唔脱翻炒嘅问题。你下吼，现头已经动到个文明病哦，其中一种个文明病是大家会讲，我哋下翻炒水唔脱。到底安样个问题容易来平面，来嘛个演员重新嘅咧，先来分享一啲今日嘅欣赏来分享今日嘅中曲 Q 欣赏分享。各位朋友啊，大家好啊吼！分享大家来看了福气来的啦。今日讲了咯，水唔得啦吼。我看大家看了福气来了以后，一定会水得。你下吼，我中心上打嘴鼓解，明言是看福气来了是不是有福气？係講有水唔得嘅問題，看福氣來了，天做做啲水落洞河。個水洞河。咁先講水唔得翻炒樣嘅問題，你翻譯大概講失眠。大家會知道講，你下糖都失眠，翻炒水唔脱不是嘛？好像說哇，你水唔脱了，好像不是，是很普遍的，動不動就說我昨天失眠，那聰明水唔脱，那翻炒，好像很普遍的呀哈。你頭先講哦，呢個水唔得啦，有一種事情哦，一般人講要統計講，台灣人時沙又一沙。水唔得，咁個按非常高哦，先生，哦，所以你現場有差唔多有7、8沙，一天底會至少有2沙水唔得。你用來小都能動分，平均水唔得，不是那個意思，是說你下來統計嘅數字係挺高嘅，就是一般人來講翻炒水唔得嘅問題，其實凍釀錯。凍釀，因為你下吼社會到挑白冇窮用，較緊張吼。按不挑夜睡吼，心情吼，工作壓力大吼，所以咧遇到事情吼，要本來你按不挑水唔得，佢按不挑按翻來覆翻來翻去翻來翻去水唔得，是一間苦哦。該就是凍乾苦，你凍上水冇即水唔脱凍乾苦，喊係就是你水唔脱你紅起來又冇水飽，冇水飽固然該靜心，又冇法度專心，又喊好乾苦。你水挑夜水唔得，冇水可以天陰吼。挑那昏昏的，係冇錯。挑那衝腳嗆嗆，你有咩嘢呢？錯，係就是按心情唔好，可能因都不順眼啊，樣因啊，當會發脾氣啊。係，當會發脾氣吼。不過你下大家所問到底乜嘅長途障礙到失眠，當然失眠又分程度的。比如講，你下平時到大家都分享，有分4個等級，輕嘅、中途、重途到嚴重嘅問題，好冇？一般來講吼，你平常原因吼，上次100、200水唔好，水失眠水唔會講凍落搞來講哦，一般大體一般人經驗通通有啦。對呀，一般人都有按樣經驗，對不對？比較輕度的失眠，好冇？哦，比如講可能大家講我哋有睡冇來，唔係講都冇睡哦，係我哋民眾翻來覆去，超過半小時，比2種之內長睡的原因就是比較輕度的。凍嗆，佢喊睡咯。那當然係講你做該睡2種翻來翻去，超過1種喊睡唔脱咧。基本上來講，你1、2點鐘底部喊睡唔脱咯，翻來翻去表示你有失眠嘅問題啦。不過其他問題來講有啦，但是你講凍嚴重還蠻多嘅。梗係講貴人緊笨懵，然後造成有一點點困擾，像這樣子也算是一種失眠，對不對？失眠了，笨懵又冇嘛窮用，有啲人講佢有睡脱，不過佢貴夜笨懵。表示講佢嘅睡眠睡吼冇按品質不好，品質唔好，冇法度得到完全嘅休息啦。線上一種情形係容易哦，比如講你可能也不然，比如你一般人也10點睡去睡冇感應，根本你當真說我10點睡睡冇咧，不過10點睡冇一般來講可能睡到7點去會好覺，我是比喻啦吼。不過該東西可能因為你可能你發生乜個事情吼，你乜個問題4點你冇做8塊的靜自動就醒了。這也算是失眠的一種，對不對？看你天氣紅起來，精神有咩先？你講天氣紅起來，精神一好，做事情冇差錯，判斷力冇差錯，表示你還勉強可以啦。萬一講你紅起來，幾日啊，戇地啊，樣你做埋啊，昏咧。脾氣又唔好，可能你都冇順眼，發脾氣，表示你有問題咧。其實東因為問啊，一般人來講，哇，我已經睡冇可能有7點鐘、8點鐘，有啲老人家會講，我要睡5點鐘是哪咧？到底係睡幾久鐘哪咧？
你咧讲哦，水，你会水嘅球摸一停。台铁基本上来讲吼，伊有5点钟，你个站点就差不多咧。主要凭讲你俩水木对你的身体作用顿来。你若讲你水木，有当然你袂哦，佢睡2点钟佢就做得了，因为佢甲水木时节佢的全身是强壮的哦，表示佢对水木时节得到以后的休息咯。所以唔係講你時間嘅結構嘅問題，表係講你體驗嘅進行的相處，身體的相處。其實學到節目之前有老先生來問一下吼，我先生佢到底係9點睡啊，嘛個時節睡，有當然我睡凍久哦，有當然容易。先生係攞來講叫你想睡是睡，係冇？當然唔係講求啲上班時間啊，就你做啲睡，冇是清涼睡。就是說想睡覺的時候，不要說哦，我很想睡覺，我要忍着。好，總這樣用意。因為吼，有乜因啊？因為你下嘅屍體冇強弱，有當然會送夜班。所以有當然台鐵有當然台鐵嘅暗部頭都有事情啦。你講完全嚟講，就你中意嘅時間來講吼，台鐵一般人做。台鐵做唔到啦，所以我是建議講，你唔好對了送事情很煩惱，哦，你就平常時，你係有時間，你就睡，要慢睡，你錯練啊，點錯練目睭，閉目養神，哦，咁樣就做咧，莫想，有嘛事情哦，你盡量放下來，等下休息2分鐘以後再處理，因為有2分鐘、3分鐘嘅時間。去做安樣用心嘅動作來講，生死未必真是睡眠好好。很好吼，其實兩下有啲人吼，當起苗吼，還有發現一個症狀，一個情況吼，用英講咧，是阿不然下半晝也是可能老朋友食飯啊，然後看電視，其實有一些想睡冇咧，盤得睡。有冇？有凍到安樣先？有啊，搞到凍好些，佢唔盤得睡冇啊。唔盤得想講啊，10點，要凍上睡冇咯，唔過賺10點哦，唔盤得去睡冇，好冇？錯冇？所以講，你要安樣機會哦，你就該睡落。所以其實簡單講，你上睡冇夾夾去睡，因為當然你唔盤得睡，11點咧，12點咧，想講很難得咯，基本你很難得唔盤得睡。其實安樣係情況係講要翻巢睡唔體嘅問題，你要唔盤得睡，安樣嘅問題咪很嚴重。很嚴重。你過嘅時間過體咧，你身體會睡夢又半夜睡夢當中。錯，師從先生講嘅，上次後你睡夢天氣紅蒼嘅時間，你要看一下，自家嘅心理嘅狀況係容易，容易可能。創部唔係講水凍久，唔過基本可能維持到要精心安好，佢可能也品質好。因為你睇到大家都分享嘅時候，你水唔體些，在生理上、心理上其實都是有影響的。對，比如身體可能會，蛀蟲可能還會便秘、腹瀉，安樣嘅問題。有當然哦，水唔好哦，比吼個身體袂緊張吼，頭哪袂痛啦，睇那硬啦，瞓低啦，啲地方雜啦吼，安尼歹片來講，你啥物烏硬屎啦，啥物烏瀉啦，通都袂啊，對呢度事情咧。感覺來講，佢不耐煩啦，佢會發脾氣啦，哦，佢會做嘅事情佢查冇注意到，所以講呢度差貨咩樣來，冇睡好冇睡飽，哦，所以講你因為你快時差時節，你進行的動注意啊，你冇睡飽佢冇法度啊，所以都差貨這樣來啊。冇錯，所以大家是其實翻炒水母的緊血凍乾，我們個供需才會翻炒水母的感煙性很多。該下老先生打這個工，特別圖消耗嘅時間，哦喲。第2天要遠足出去撩咪咪水唔得咯，因為太高興。當半天咪水唔得。安樣嘅水唔得還好，好值得慶賀，是因為高興，對不對？因為特別哦，講我去撩吼，水唔得，天氣咪進行凍好啊。係啊，撩盡喺度水啊。先生你阿冇講啊，冇想到啊，特別吼該圖過小改時間，可能第2天而去遠足1天，哇，晚上都睡不着，阿冇咧水唔得，不過第2天精神很好。轉來是轉來不卡食飽都8點浪是睡，對不對？8點浪是睡冇的，像那個是一個原因。然後大家都分享睡唔得眼睛動唔動，還有一種眼睛動呢，是從心上講的，比如講，你心裡有心事，對不對？所以講，你莫做心事夢啊。莫做心事夢。比如講
事情无病就心肝毒啦。哎，所以去睇这个了啊，打坐个打吼，心情较放下啦，哎嘛好。哦，了是系因讲心理因素啦。其实吼，当然咯，乡亲朋友来分享是讲，你翻炒水唔体感眼睛非常爱到，基本係簡單咯，大家咧講到地勢到大概情況形容係講你有動氧從嘅水唔體嘅問題，當然你我從啲透下，因為水唔體對自家身體嘅影響係動態啊，體好嘅方式係肯係會係全身上咧治療你翻炒水唔體嘅問題。不過到底要乜嘅做中醫嘅觀點，到底要乜嘅做啲咧，讓大家咧停少嚟聊下，等下就再嚟講哦。今日東方兒做啲繞牆頭，呢個中先生呢度節目地圖，然後嚟鄉親朋友嚟分享哦，大家係咪要翻炒水唔體嘅問題？簡單嚟講其實啲係文明片，翻炒水唔體唔係講哇，我是經常發生一擺，可能一整個地圖發生東到擺，東到電視機前面嘅鄉親朋友咪講佢咪講。哎呦，你下日嘛個水唔體啊，跳白個人弄死做體嘅時間細胞啦，又冇洗性洗好，不定啦，還是都冇水咯嗬。所以簡單講起來，其實本身翻炒水唔體嘅原因有動到，你講到環境嘅因素、生理嘅因素、心理嘅原因係講你是肉嘅，是肉嘅就會影響到你可能會翻炒。對不對？環境很重要嘛。因為伊都有伊對你腦神經、腦神經有伊都嘅作用。是。所以伊都有個對你嘅睡眠有多嘅影響啦。譬如講像你講，現在你大概講是安眠藥講到動就好，不過安眠藥係講你經時到高量，長期來食係咪有可能？辦食的要肯係水唔體。伊當然是按安眠藥是經驗了，是水咩咧？你講，佢當然食啦，根本水唔得。所以講，像是安眠藥佢嘅作用冇嘛有效啦。所以有見講，你講你對啦水唔得來講除了講用藥物以外你還用別種方式啦。所以其實簡單啦，鄉親朋友分享就係咁樣，其實水唔體嘅原因非常嘅多，佢做得當簡單，佢也做得當複雜，所以你係會觀察，就第一做辦法係看醫生。對於你講，喺水唔體係看醫生啊，當然係看醫生，因為你係診斷到底你係環境嘅原因，身體心理就係因食肉，冇正常嘅食肉造成你水唔體。所以肯係要醫生去看，你要從容。咁個公司財務先生是咪講？那到底你講翻炒水唔體，其實吃藥是可以的，可是其實個人的衛教也很重要，對不對？這些知識要很能夠理解，對不對？因為水唔體愛安尼觀察啦，有食藥引起嘅啦，有心情引起，有環境引起嘅，你會看你問題在哪？萬一講食藥引起，你會到佢快藥嘅線上，甲你講，食了藥有問題，佢一定會讓佢改進，因為你下藥物你安眠藥咧講佢緊改進啦，所以佢嘅副作用會越來越少啦。家下先生要講到一動蟲嘅問題，就好上癮，就咪講小朋友佢哋係遠足第二天水唔體第二個進行係動好，因為佢哋是小朋友嘛，所以你講陽氣比較好，先生講嘅，咁講老人家可能是好氣，所以佢可能冇像小朋友咁樣，所以先生你阿講到上次上什麼應該像係更年期，但係老人家也會有失眠嘅問題。你來講唔少朋友來講來講佢因為佢有月經啦，所以佢有個荷爾蒙嘅問題。荷爾蒙佢嘅變化來講佢嘅濃度佢多嘅咪影響睡眠啦。老人家來講，基本上嘅老化佢嘅功能來講佢退化，腦咪一種嘅功能啦。腦嘅功能咪退化，所以佢嘅什麼？詳細即佢兩隻功能有較完佢哋問題有到所在，所以一般來講，老人家嘅佢哋睡眠太體氣應該氣啦。應好氣所以一般因為當到老人家嚟講，哎呦，我哋下洗涼種是造型洗涼還是紅沖咯，不然我醒一兩場睡，他們睡眠時間很短。所以講呢個早先都去嘅運動，一做去睇啲老人家，係啊，後生喺度睡夢。
该也真的就像信上讲诶，因为他们可能也习惯了，然后也是还有一种原因呀，可能也因为好戏爱用狗，可以这么说，对不对？做得啦，所以讲吼，你来讲看到了新闻的问题吼，因为你的身体来讲吼。佢一定有变化，尤其年纪，吼，你体质有关系，所以上面有到水唔得，你唔好通宵咯。唔好通宵吼，不放鬆。你燒咯咪坐先水唔得啦，哦，冇翻炒啦，冇翻炒，所以那個燒味一種翻炒呢，燒味一種翻炒，所以我你哦，第一你只家講水唔得，但是你觀察講，你水唔得對嗰體人的體力發動有影響冇？那個冇影響，但是你要已經看咧咯，萬一今日冇影響，兩日冇影響，三日體型有影響，你都要注意下。哦，萬一講你觀察來講，冇嘛影響，你就發那個。安是做得哈。一般來講，你講翻炒水唔得嘅時節，可能你看西醫嘅時節，你當然可能咪那西醫本應該肉軟做得是，不過看中醫嘅時節，當然有可能做得是肉嘅。不過兩下咧，哇，繞牆信上基本越來都兩片哦，所以好好的問下信上，我們在家裡都冇下嘅時節，聽說有穴位可以按摩。哦，做得。哇，這個就是你可以試試看。做得。哦，比如講兩片與老大家來講，好像講了4個穴位。神門啊，我們第一個神門就是這個穴道。兩位，兩個側邊，兩位兩片，食指小手指這邊。是。這兩到這。哦，所以這是小手指的這個側邊的底部到這裡，這裡有個凹槽，了解。用拇指的指腹去按，這叫神門穴。神門穴。好，然後鄉親朋友特別來講一下，信上講也就是小拇指底下，你要瞄到兩下邊有條腹的，有個凹洞，一直用拇指去按，這裡這樣子是可以算的嗎？還不太會按，算，所以那鄉親朋友講，就是小拇指這樣下來，到兩片，有一個凹洞的地方，用你的拇指按用去硬壓。我說是就是輕輕的指腹去壓，神門穴，這個是可以助睡眠的。助睡眠。哦，還有提你咋？還有呢，提啊，你聽了跳那兩片了咋？你按用兩。耳孔樣兩漸的，不要走一條線哈，到兩位哈，你裡面的一個腹的百會穴，你走的按用音，鏘按用音，按用音，按用音，對，鏘樣精通哈，這樣子可以，做得，按做得。可是信上如果說真的要壓那個百會穴的話，其實怎麼找呢？鄉親朋友，醫生的意思是說，你這個耳朵的尖的這個地方，就是耳朵最尖的這個地方，你畫一條直線到頭頂，那個地方就是百會穴，懂嗎？所以你還是可以這樣子去按壓。腹這樣啊，所以你做的要按拍打，輕輕拍打，這樣子也可以助眠。哇哦，這是百會穴。這邊還講到一個內關穴。內關是兩位。你有兩條筋頭，你按用呢？看得到啊？他出嚟了，你看得到筋頭的。有，你就了動往了位。哦，這線上可以講兩片。了位。兩條筋動哇，這我知道，所以這個意思是內關穴，這也可以助眠。所以鄉親朋友，其實你可以講輕抖一下，你可以讓你的拳頭拳頭嗎？就是輕，對，握着的時間，這邊兩邊有兩條筋，好，兩條筋有這樣浮出來，好，兩條筋有這樣浮出來，我都很明顯呢，這兩條筋然後浮出來，這兩條筋的中間，兩條提縫，你用拇指，哎，用鏘你，算，又算，就代表我有壓到，對不對？這是內關穴，是開關的意思，是內在的開關。哦，神門是嘛干呢？精神的門。哦，精神的門，內在的開關，百會穴。那像耳朵失眠穴這邊就是兩耳孔兩位啦，兩位有眼背後嗎？後位，後面這邊也是有一個可以按一個失眠穴，所以其實鄉親朋友哈，信上老大家講這個穴道的意思是說，係講你抖不哈，其實也是讓自己放輕鬆，對不對？係講老其他不用放鬆，然後覺得說抖不哈看天寫直接憨，對，然後就想說，這個神門穴走得到可以按一下呀，什麼要是這個內關穴走可以輕的呀，係某是百會穴是從信上講的，看按用撲打，好，按用是走得幫助你。
对不对？睡眠，对，所以其实师兄线上讲的，除了是改变那肉类是，就係講是中醫改變那的肉類是，其實你講穴道就係一種易喉嘅方式。其實除了穴道以外，你的環境改變，比如講環境有改變，穴道以外，還是有其他嘅方式做啲提出大家來幫助嗰種翻炒水唔得嘅問題，係咪嘅方式咧？到呢一片咧像鄉親朋友先聊下，好啉下茶，等下進到節目地度咧，就好好嚟問你嘅中線上到底有乜嘅方法做啲提出哦。今日老大家咧分享係講要翻查水唔得嘅情況係樣嘢哦，當眼睛啦，用嘢觀察到底自己係咪眼睛，就到底對症下藥。今日老大家分享當然好簡單嘅，好一般嘅問題，東洋蟲嘅問題當然屬於群醫生，好而是咗，好嚟大家講一下吼。從前台節目先生有教導，簡單好簡單嘅穴位就得用一下。咁我哋一篇先生有講到足浴。足浴就等於浸腳啦，浸腳，你學話講浸腳，足浴太流名啊，你了台灣就講浸腳啦，用咩浸腳要用少水的浸腳，係咪？因為你啦，水體表示你氣血都擋唔咩，哦，你浸腳，然後氣血夯下，夯下以後，你就持續就冇問題，你就吸得水得啦。係，所以係講以前是水唔得，就做啲錢，用嘅方式，比如昂布拉嘅時間是那個少水用腳噴，腳噴，蛇噴呢，然後長度前15分鐘到20分鐘。啲會碰到腳嗎？哦，做啲碰到嗎？一般就碰到鹽，碰瓤，做埋碰瓤咧。我是教人到白沙來，咁到呢啲嘅水底位，嘅水底位，少水底位碰腳嗎？碰到鹽，碰到一杯米酒啦。米酒，好特別哦。一姜嘛吼，咪增加本土，個鹽消炎。個酒來講有揮發的作用。所以你要三用了以後吼，增加啲效果啦。所以鄉親朋友，我哋張醫師嘅建議哦，係講前先要翻炒水母體嘅問題，不然水母之前浸腳。前15分鐘、20分鐘，用到瓤、米酒，還有用到你講瓤啦，腳嗎？腳嗎？因為你浸腳來講，對你心面有幫助嘅，對身體咪動好。冷天很好用，什麼水母即腳過嚟掃掃，冷水唔睇。因為因為健康都腳開始啦。你腳若烘如用凍乾，烘凍乾你就健康。大家是咁樣講嘛？台灣講，哎呀，家己你身體冇問題，你可以健步如飛。佢行路上不一樣，你有得叫嘅叫唔到啊。所以你要是係你講浸腳嘅方式係做得有一些幫助嘅。所以老太太咧講，用穴位嘅方式，你要做得浸腳嘅方式。其實除了西醫看西醫那揉之外，看中醫，還係有一些肉菜。係做得有幫助的，是做得助眠的，係冇先生。做得，因為你見有到有佢本身有的作用的，食嚟唔係食飯，唔係食飯嘅啦。唔係食飯嘅嗬，唔係食飯嘅肉啊嗬。比如講像乜嘅酸棗仁，做得。哈。還有乜嘅脖子仁，做得嗬，合歡皮啦、腐朽燒麥啦，還有啦夜椒的五味子啊，都通呢啲東西來講哦，一般來講你食唔怕啦。唔會食飯嘅啦。所以有啲東西你係到中醫線上改變，你到佢講按樣嘅藥材，其實咪讓你配。抗機啦，甚至台體有按樣嘅藥材，地位有按樣嘅成分啦。好，剛剛想問一下，從老大家都分享係按樣嘅中藥材，佢到底中藥到細藥，佢到底強下什麼？三樣嘢嗱，你講，萬一嚟講，你本身食啲安眠藥、細藥、小食一餐嘅嚟講，你摸一下就聽聽啦。摸一下聽聽，莫講我基本一看中醫師嘅細藥是全部聽聽，不要，也不用這樣。叫佢反跳。你那完全那個那天佢整體會反跳，它會更嚴重嘅，也會很厲害。所以講你都可以試來講，你摸一下那天啦。可是要跟醫生講，說你現在有在服用細藥，什麼？你就中藥、細藥。分開2點鐘啦，你食唔怕。淺來講呀，你那個鹹呀、細藥來講，按摩藥咯，
慢慢的减啦，一下冇一下都减脱啦吼，签了，安样签，因为咧水母的问题，唔係講一下吸收的東西，佢慢性平的。你講一下來講，伊是有研究，一下按用哪體來講，你個身體會變得較嚴重，可能翻跳。係，你下有啲人講啊，係講楊布拉水唔係講石墨煙啊，嗬，楊布拉做啲啉杯風酒，嗬，做啲甜水你後加水體，就係講哇，有啲人喺有講嘛，係食牛奶、啉牛奶、食姜膠，有安個講法冇先生？我是用伊啦，你食牛奶嘅斬新啦，因為食牛奶佢含有鈣質嘛，哦。食姜膠佢本身具有安心的這個效果啲位，不過食酒來講，一般般做得啦。一般般。最安的做得，不過從來樣做唔得。也不能變成習慣，做習慣嘿。一般般嚟講，生死嘅一般般食到，我冇反對啦。你講特擺就係容易做冇。大白樣是做唔得哈，因為有啲人會講，哎呀，不然翻炒水唔睇冇相關啊，做得一定一些風酒啊，可是久了變習慣了。習慣做。對，其實你要注意的就是說，你到底是淺嘗一點點酒的感覺，還是說你是因為讓自己有點醉，然後腦水，稍有到醉到自然水體咧。不過你嘅唔係講真實水體咯。唔係真實水體哈，那也是不一樣的狀況，品質是會讓調。不過到兩邊吼，我相信鄉親朋友可能有很好多嘅了解咧。不過現時嘅事情係吼，遇到肉很做唔得先嘅。好，你是比如該東西該翻炒嘅青孔凍洋葱，還是遇到肉做唔得先平面哦。遇到有新的。鮮啊，凍洋葱是咧吼，用乜嘢啊？你哋食鮮啦，食得熱量來講吼，佢被刺激啦。啊，因為你講陰線補元氣，哦，可是要看什麼時間。可以啊，一般來講，你食那個水母的來講，給凍下來講，你冇啥東西。水母體雖然講去補元氣，可是因為該種性可能翻炒凍洋葱，所以先聽體。係要聽體。有溶啦係，好冇？還有一般來講減配有個。哦，因為這樣容易拿吼。麻黃素係冇？啲減配有啲有麻黃素。麻黃素來講吼，佢會刺激你的神經。所以有可能會下水唔得，下水唔得，因為我了解心臟醫生講，譬如講你為什麼水唔得，就是你可能不夠安定。對，但是係講你哋下又不是說絕對，好，我們做節目地圖唔係講絕對，好，甚至有啲講配柔地圖可能會有加一些你講麻黃素都對不對？但心臟醫生講麻黃素佢可能會幫你比較亢奮，比較亢奮，對不對？跟你想看看，你係講你下三川度來是講配柔，你阿不然你本身是有翻炒水母體嘅問題，你有是按樣改講配柔，你有一些亢奮，你看好水母體，好，所以這個是要避免的，好。所以一定平面那樣的事情發生啦，因為刺激的東西，你本來就冇問題啦，你要攞一個按太刺激，佢肯定冇問題啦。咁我哋一片吼，特別吼老實講，特別吼，你講，你係你在看電視嘛，鄉親咪來看電視，電視都特別都會講哦，叫哇，你水母改時間吼，綜藝改灌涼係9點到9點係嘛改什麼覺，比如幾點到幾點係美容覺哦，9點到9點係做什麼肝經，9點到9點做嘛改肺經，所以你一定該東西所以水母因為要對你的身體提好。現在因為講法是通論嗎？你樣講是真。冇咁錯啦，不過按你考慮講，你係應做得到麼？做唔到。做唔到。睇你一般來講吼，你食飽以後會變強壯，不過睇啲啲你食飽見看電視都冇法度強壯。尤其看，譬如我們看個電視，可能動激動嘅電視劇嘅時間，很好冇法度變強壯。但你講你有法度做到按樣嘅，我係恭喜你啦。啊，佢恭喜講哦，你有法度按樣做按樣時間來。生法，還有我講講伊係當佢呼吸嘅人啦。不過你下人來講，可能有按樣技條件人吼，我本身唔係冇樣條件。事實上講起設計唔冇樣，其實因為大家有講啦，簡單講咧就大家就會講哦，21點，不然11點嘅時間停做去睡夢，因為該東西一定要好好的深層睡眠哦。那你1點到3點嘅時間就是可能睡夢，3點到5點到7點有
夯大肠经，那个时候就可以照相红迄那种土地是完全正确啦。不过你遐囡哦，有安样条件囡哦，是动有福气的囡啦。所以啊，我会饲都係安樣囡啊，你下東性上係安樣講，係講語文性上會講嘛，佢佢講，安樣係一種理想嘅條件，不過係講安樣理想嘅條件冇法度去涵蓋時間。什麼事情最好呢？就是你培養你習慣的睡眠時間，對，就是你要每天固定。比如講你只是冇法度12點睡，你有12點鐘睡就睇緊應，緊係是當你12點睡，就是你不要去熬啦。係講9點睡冇原因，沒有關係。停屍啦，停屍。你有睡眠時間吼，養成就習慣啦，時間到安尼就睡啦。吼，還過來講，平常時你有限。上會睡眠嘅時間，閉目養神，係就係上會獨孤嘅時間是獨孤以下冇上。唔好講按打爽啦，時間過啲啦，你冇打爽對你嘅身體動好啦。所以吼，其實讀中醫嘅觀點來講，其實很係強壯啦，就是你緊鬆嘅生活嘅作息係體重繞嘅，好按樣人其實是做得慢慢調整你嘅身體狀況，其實唔會有反潮水唔得嘅問題，係講動樣做還係看醫生吼。所以先生非常感謝鍾先生在個100來到節目地度吼，大家嚟衝頭來咯，大家嚟分享安樣嘅知識。好，鄉親朋友嘅群體咧談落嚟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聽人認同先生咧做認同了。